在台东有一间救生寮教养院，是全台东第一间专业性的心脏照护机构，专门照顾脑性麻痹的患者。院长林秀华表示，5万这医生拢有追求幸福福利，救生教养院嘛得到今年5尊贤爱心奖的慈善服务奖。 嗨，准备吃饭喽！入来客厅，几来个人坐伫桌仔边等食饭，嘛有人坐袂牢，起来行来行去。伊拢是脑性麻痹的患者，住伫台东的救生教养院，因共同的家庭。 天主教救生教养院成立47档，已经特别70岁院长林秀华修女为成立迄时就伫遮服务。别人收的会收的，我们不收。我们要照顾的是那些没有人照顾的孩子，然后我们就说好，我们就照顾脑性麻痹的。 即马住伫救生教养院的医生有44个，为13岁到40岁拢有，而且每一个人的状况拢无相像。若是骹手较无方便的，教养院的老师会替因抓铃、甲金巴放松，用假死帮助，卖互因的骹手直直救起来。若是骹手阁会用的叮当，教养院会互因无共款的课程甲任务。 木工的这方面也是。 就是那到5、6个孩子，因为他们的手我们要看他们的功能，还可以做什么，我们就设计一些活动给他们这样子。教养院传医生耍图、种菜、板路绳，搁进一台机器，互因伫下暗食饭饱、弹唱歌。除了室内娱乐，出去佚佗嘛是一定爱的。 采访即天，因要去地上关山甲鹿野。虽然上落车对医生甲教养院的工作人员来讲拢真辛苦，但是因为疫情已经真久无坐车出去啊，大家拢真欢喜。 第一站来到花莲果园，大家互相斗相共，做伙做果子酱，阁有医生就认真把做法记落来。因为我们这一班记忆陶也只有种红果，希望下次可以自己做，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。后一站来到地上，导览员带医生伫规片的餐园踅踅咧，医生坐伫车内底，大家拢笑甲对镜头伫热手。 刷落来到鹿野饲鹿仔，伫各惊吓、各好耍的体验当中，结束规工的旅行。今天一整天觉得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很感激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啊！100分。林秀华讲，任何人拢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这医生嘛同款。 伊将一生拢奉献予遮的医生，希望教养院成做因永远的厝，打造一个予因会当感觉到幸福快乐的空间。当然，我还是在这边陪伴他们，到我不能再继续做这样子。嘿。记者林世豪、谢桂林台东报道。